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用我哋嘅口讀經敬拜讚美神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馬太福音7章1到2節。你們不要論斷人，免得你們被論斷，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，也必怎樣被論斷。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，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。小故事就講到，在一間修道院中，有4位修士，佢天愛比干一隻鴨。在一隻鴨裏面，大家就約定都唔准講話。第一日，一切都很好。但係到咗傍晚，有一位修士就忽然間問：唔知道我哋比干前修道院嘅大門鎖好去唔前呢？另一位修士就講：講好一隻鴨唔講話嘅，你做乜該去做呢？第三位修士講：你自家咩也破戒咩？第4位修士講：感謝主，我係唯一冇破戒嘅人。我哋來默想，在批評或者論斷別人嘅時候，我哋自家係咪也犯下類似嘅毛病？求主光照，最近所講出嘅話，係咪有需要修正或者係檢討嘅地方？對一些人嘅評論，係咪能夠投注嘅喜悅呢？我哋一齊來禱告，偉大嘅天父上帝，你掌管世界萬有，也掌管我哋嘅生命。主啊，我哋有好多壞嘅習慣，唔好嘅脾氣，老言語行為。求你光照我哋，能夠看到自家嘅弱點，幫助我哋有能力來去改過，使到我哋更加強毅。尤其係控制我哋嘅口舌，唔隨意批評和論斷人，免得我哋也係被論斷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